今仔日咱要去到北意大利全国上水的铁路之一，嘛是上界巧妙的路线。是虾米艺术家会创造出安尼的水？享用上好的美食甲美酒，冰白酒，一寡柠檬汁，其他拢是次要的。伫雨渔村外海，看到奥迪出现的动物，伫遐，继续向头前驶，足赞的。发现雨渔村奇景的火车旅行，伫意大利上水的地区展开冒险。准备好了未？所有人上车。